好，来继续来看今年的这个米其林美食的指南公布了，总共是有30间的餐厅摕到星，啊，这个台中有4间的餐厅来入榜。新的餐厅以及我们的主厨代表，全台湾敢若一间米其林3粒星的餐厅，移工各一摆入选，另外有3间餐厅第一摆摕到1粒星。 台北国宾饭店的 A 卡牛排馆提供美国啊，有澳洲的牛排，加上足侪变化的冷盘甲点心，互米其林的评审食个会煞脆。1粒星的餐厅啊，有西班牙2粒星的餐厅分店，达沃尼斯魔方啊，有民宿式。接下来我们要恭喜的是颜之华。 第一摆评选的台中米其林指南，最后有4间餐厅入选，包括摕到1粒星的颜之华、Forgeta、安达的肉屋，啊，有摕到2粒星的 JL Studio。从台北 Go South 是到台中，再继续 Go South， 那么可以到我们的南部。建议米其林指南也能够加以考虑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摕到米其林1粒星、2粒星、3粒星的餐厅无啥物变化。 台北26间，台中4间，拢总30间。台湾服务做了袂歹，观光这方面即马就是用台湾的食食来证明台湾好食物啊，世界第一级。 We are ready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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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aiwan.